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台湾的茶贵有名，也千多种。不过有一种茶，唔知大家有试过冇呢？按到台湾的延生山茶哦。其实山茶啊，睇人哋六桂天气也有生产哦。不过头摆啊，唔知乜嘅原因，有一突有嘅山茶都悄悄冇本人啲嘅。夜茶尾啊，六桂嗰片呢，當地後生人就想講，將有嘅六桂山茶潛多進來哦。今年用乜嘅方式將有嘅山茶潛多進來，用樣辦本期咧好嘅發展呢？今本日我哋就特別邀請到當地嘅後生頭家嚟到節目地位，好好同大家紹介哦。馬上就來分享我哋來自六桂嘅許勝陽阿勇。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心源製茶第3代的許勝陽，都叫我阿勇。歡迎阿勇嚟到我哋節目地位哦。阿勇，頭頭有講到六桂嘅山茶六桂山茶其實以前在我們台灣也算是有名的。那可以同我哋講一下講六桂山茶佢嘅歷史係點樣開始的，好冇？六桂山茶是後期才起來的。那基本上早期來講的話，就是以我們的金萱烏龍。那在民國70幾年的時候，就是由農會，那六桂農會去做輔導。第1代阿公那時候就去做一個輔導。那輔導最後才大家阿公還是說其他的業者，才慢慢陸陸續續出來去做一個開廠跟買設備的部分，才慢慢做起來的。那台灣山茶來講的話，基本上是在88風災，早期有一個88風災嘛，對不對？那台灣山茶就是從那時候就是由林試驗所去研究，去做一個研究就是裡面的一個我們所謂的那個數據。那他就覺得，台灣山茶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對於我們的像兒茶素啊、茶多酚啊，還是說它裡面的素質都蠻不錯的，才從那時候慢慢的做推廣。不然早期台灣山茶基本上其實我們都有在飲用，那也有在做販售，但是量非常的少。那早期就是自己飲用，技術也沒那麼好。對啊，後期才慢慢的研發出，是一直在進步這樣子。所以這樣我知道了，就是說，那六桂山茶來講，最早應該叫做六桂茶，就是六桂一般的茶葉只是說山茶係一個品種嘛，對不對？就是我們原生的茶種本身六桂就有，只是嗰時間某年一中比較沒有人在大力的推廣去做，所以到後面88風災之後，有人發現了這個山茶的好，再開始去推廣去種這些六桂山茶，等到山茶贏了那個原本的茶種安嚟嘛。不過想要問一下阿勇，就是我剛剛前面有介紹到，台灣的茶很有名，特別是高山茶。那不過為什麼高山茶會比山茶有名？是因為高山茶發展的時間比較早，可能山茶就像阿勇頭頭講，它發展的比較晚，是不是這樣子？應該也可以這樣這麼說啦。應該是說，大家現在台灣認知的是台灣高山茶，那我們這一支台灣山茶是後期才慢慢做推廣跟 push 的一支茶。那來講的話，台灣山茶其實現在在市面上，還是在我們台灣街上，其實也陸陸續續的知名度也慢慢打開的。因為它的一個像口感上啊，跟它的那個，因為簡單來介紹台灣山茶來講的話，就是它是獨立系、獨立品種，它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金萱、高山茶、烏龍茶，不是，它就獨立品種、獨立系、獨立科，所以它喝起來的口感、味蕾跟一般的茶種的茶葉的味蕾是完全不一樣的。對，簡單來講就是這樣。那其實大家都會被海拔這個東西迷失，對，其實現在的茶不能用海拔下去定義的，因為這是我這麼認為，因為你的土壤環境沒有好來講的話，基本上茶葉也沒有好到哪裡去。那我覺得現在低海拔，像低海拔來講的話，其實很多都種植得不錯，那土壤維持得很好。那以台灣山茶來講，它的海拔都落在800到2000左右。那在這個環境下，它其實山茶是一支不用到農藥肥料的茶，是全台唯一標榜的。就1年1收這個部分，是因為就是說台灣山茶來講，它春天大家都會做成就是青茶類半發酵的，那通常夏天會採1收做紅茶，那做完就開始休息，那休到冬天有雨水就收，沒有雨水，像今年就沒什麼雨水，就沒什麼在收冬茶，因為山茶在山上也沒有靠任何的灑水器，它是靠天上才提供被熱來後。就是講，也個山茶就是俺們天生天用的，就是
完全就看天吃饭。对。啊，古总要给山茶来讲，它的环境像阿勇刚刚有介绍，其实它不在意海拔哦，没有一定说高或低。啊，不过要给山茶最重要，它的环境，阿勇你可以再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它跟一般的茶的环境哦，包括土啦、水这些，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山茶来讲的话，它的环境它都属于在山坡地上面。那在于就是它都是半遮阴的环境下生长，也就是要大树，因为山茶器它体系它分下有分大乔木、小乔木，我们都说它是树形的茶啦，就是要爬树采茶这样子，所以它基本上环境下都还在山坡地上面。那跟一般我们所见的像中部来讲的话，它都是梯田一横一排这样子在做种植，那山茶都是一颗一颗一颗的。那所以跟一般你们所见的茶，就是的思想跟你们的脑海的想象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有可能它不是这么整齐、模按整整，对哦，它就是分散的。对。哇，阿勇，你发台湾山茶吼，你能讲它是野生的，某一沙优给某一皮料，那这样它的病虫害，也要偏虫害会不会够养虫啊？其实病虫害基本上我们都是用生态链。像比如说蜘蛛吃昆虫，用这种概念下去克服，那有多少量我们收多少量，因为第一我是自己在做品牌的啦，那我们也不要去乱搞这些有没有的，说真的。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山茶本身我们要保持它的本质，所以我们也尽量不要去破坏它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像只有做采收，就去做一个除草的动作。那台湾山茶来讲，其实它有分刚才讲的野生、野放这两种。那野生就是纯野生，就是在台湾的山上里面，对，就是中部以南。那野放来讲的话，现在后面就是开始有大量在做种植，因为台湾山茶也编列为林下经济的一个农作物，所以现在大量都有在做种植的部分。台湾山茶，像我现在在富裕这件事情，这样我在平地，就是我的住家在差不多200-300的海拔上，那我种了10棵才活了3棵，那在它的环境条件其实也蛮特殊的。刚刚有讲它的生长是伞状的，某凶可能一般呢高山茶它排得很整齐嘛，那你能在采收的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困难的条件？而且又在山上，你们会每一次采茶是不是要去爬山涉水，这样会茶给抖？对，基本上采茶山茶都是纯手工，它没办法用机器采收，所以全部都纯手工。那再来的话，其实山茶也不好采。第一，它是生长不一，因为茶叶起来有的都是机器采，它就是一次扫。那山茶是生长不一，所以它在做采收也不好采，而且个轻挑啊，就是它重量比较轻，因为本身山茶纤维比较少，所以它重量没有很重，所以一天一个人顶多采个8斤就偷笑了。厉害的人就顶多到13斤左右，这样而已。阿勇，这个你们卢卡面积啊，茶园的面积大概多大？像我们家大概有3块。3块，等一下哦。一般来讲3块我们会想到是3个很大的茶园，但是听你们来讲，是不是小块了？3个山头？没有，小块而已。对。所以你们就刚好就比较分散，所以你们去采茶就是开着车进到深山里面去采。对，像有一区开到定点还要用走路的进去。很一丢啊。差不多走10分钟了，我想说，开到定点之后，你们还要走个大半天才能进去采到。没有的，对，现在都路也都蛮不错走了，对。那阿勇，我知道说山茶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属于我们讲没落，然后受到一些竞争的原因。那你自己是茶叶的第3代的，你们自己当初在接的时候有怎么去想说复兴这个茶叶吗？我基本上我回来是在大学后1年，那我一开始回来是在我们在夜市，因为那时候毕业后我是读夜间部的，然后我读夜间部白天工作嘛，那我毕业后我想说，那时候我们就有3个兄弟姐妹，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就是在讨论说还是要人回来去做传承这个部分，因为传承这是阿公的事业，还是要人去做一个传承跟接手的部分。那一开始是想没有那么早，想要就是先看看外面的社会历练跟社会的风貌。那时候就是想说，
27岁、28岁再回来这样子。对，那结果就是因为刚好家里就是人手不够，刚好山茶在盛行，那就是每天都很忙。那再来的话就是我爸的身体也比较没有那么好，要不然就是我妈就说，不然就先回来做做看，那做习惯了再留下来，做不习惯再出去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再回来，那回来就努力的去追求知识嘛。像我们在上茶叶这个课程，基本上也要每年都要去追寻更多的知识能量，所以我们都要去到桃园观音的茶叶改良场去做授课受训。那在那时候回来刚好去受训到我们的农业局这个部分，就是去做一个他们像有一个行农、青农这个部分，那我也去里面刚好去他们的学院，那也去上过一番整个的行销课程这样子。哎呦，按你讲好了啊，其实你这个也千300去努力学习了茶的知识同技术嘛。那你这个有想过讲，有一年你会回来接一个工作吗？对吧？时间？其实会啦，就是早晚的问题。但是想一想，就是提早回来就提早做这样而已。反正都接袂啊，想办法吼，就将一个工作做比好了。对。就是越做就是越有兴趣啊，去找一个身边像很多的合作伙伴，还是说去国外参访回来学的东西，就是把它纳入到我们农业里面这样子。对。观众朋友，六季的山茶一定的有名，不过阿勇今天还一定的用心3万想要将一个山茶复兴红来哦。不过今天用乜嘅方式来复兴？休息一下 CB 茶，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阿勇有讲到，佢接受卢卡的工作之后，佢有几多新的想法新的行动，想要将一个山茶来做一个改变。佢做乜嘅改变呢？来请教佢一下吧。阿勇，你说你接手了卢卡的工作之后你想要做几多新的东西根本你有看到带来按到某种的产品，这些係唔係你对接触之后开始做为新的改变，可以同人分享一下吗？今天就带了像我们的，先讲一下蛋糕这边的部分好了。其实蛋糕机器这边的烘焙的类别啦，基本上都是以在地一个年轻人去做一个合作，我们出原物让他去做一个研发，那做一个联名，就会去做一个贩售这个部分。那像我们有一个红茶凯士达蛋糕卷，那还有山茶的棒蛋糕，那再来的还有福龟饼，都是福龟饼，它是用山茶还有客家麻糬的一个元素下去做的。对，那主持人可以试看我们的茶叶的棒蛋糕这个部分，配上我们的红茶，对，其实还蛮不错的。那棒蛋糕吃起来它的味道茶香会比较浓郁一点点，这样子，对。会扎实呢。棒蛋糕本身就是就扎实一点点这样子，那再配一个我们的茶叶，会蛮口感跟搭配都蛮不错的。那这个就是会归类到我们的下午茶的体验课程里面。对，其实你现在带来的商品都有在归类在我们的体验课程里面。刚才有讲的，有讲到的体验课程这个部分融入到农业体系这个。阿勇，那个棒蛋糕真是好吃不过两条到底还有是海叶时节吃到的蜂蜜的味道，你还没有加个蜂蜜呢？蜂蜜的话应该是差一点点，没有很浓。听你后之后，接下来个茶的香味就出来了。茶的，因为它山茶它属于后发酵，属于喝喉韵的味那个的茶类，所以它在吃下去，它的回来的回甘程度会饱满在我们的喉咙部分。那像我们在品茶，我们在喝茶，像今天带来2支茶，就是台湾山茶，它把它做成我们所说的半发酵的茶叶跟我们的红茶类这2个类别。那半发酵这个部分，它是喝它的喉韵，它的回甘程度会非常饱满。那红茶是喝它的香气。那台湾山茶跟一般的我们所说的金萱乌龙来讲，它口感是完全是跳脱的。对。我手上这一杯是哪一个？红茶。红茶。对。而且它很讲求它的儿茶素茶多酚，再来的话就是讲求它的耐泡程度。
那再来你喝起来有带一点甜味、甜香味，它有人每个人的舌尖的味道不一样。那喝起来，有的会有喝到花香味，有的会有喝到像比较明显的山茶做半发酵这一支，它的蔗香甜会很浓厚。对，那每一个人的舌头的感觉不一样啦，那喝起来的味道应该也都会不一样这样子。不过等一下，阿勇，也个有假桶吗？也个没有。哦，观众朋友，阿勇今年的红茶真是喝来无香香的山茶做的也个红茶，真是就像佢讲的。吃下去，唔但将有个茶的香味，甚至于讲，吃得到淡的甜味，这种唔系糖的个甜味呢，真的不是糖的那种不是糖，对。那因为山茶就是讲求它的果胶，另外一个，我们4大优势，另外一个优势是它的果胶质非常浓厚。所谓的果胶质就是它的甜味，不管是蔗香、果香还是它的花香，都不一样。嘟好就要个吃要个给乱搞，披松要个茶，嘟好呢，真的很搭，就是说蛋糕的淡淡的茶味，会不很凶，就是是还有一点点，刚是讲有最早有一种比较口腻的时候腻味，试一比茶又再度没有，牛满讲啊，某种的一种感觉，就是一波一波叠上去啊，对，层次的概念啦。那喝完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吃一下我们的像茶叶蛋这个部分。像我们这个茶叶蛋就是厉害的，就是3天3夜卤。你看，等下。也个卵卤的三面3夜，3天3夜。佢除了不用茶叶，还有底部还有不用乜嘅酱油，就像2种。卤3天3夜。也个等一下有机会来偷偷冲一下，真的很厉害。你讲一般来讲，人哋茶叶蛋好食可能有加调油啦，有加冰冻啦，甚至说加乜嘅卤包、中药材等等。唔能冇，全部像茶叶同调油，很卤的3面3夜唔会变硬。对，这是厉害的点。那吃完茶叶蛋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下像我们的冰淇淋。那冰淇淋的话是今年就是研发的，就是跟好朋友就是做一个研发。那山茶冰淇淋吃起来，清茶类会吃起来比较偏向抹茶，那红茶本身的甜度就有了，也没什么再加糖，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偏，不会很甜啦，但是就是带一点甜味。那喝起来它吃起来它比较偏向我们的奶系列。对。那这2个商品也是今年才出来的，基本上就是今天都是介绍山茶叶去入这些料理。那其他的像我们的比较防护衣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就是它是跟工研院合作的，在地高雄工研院，它去做老茶防护衣，它是不伤我们皮肤的，它全身都可以喷。对。因为料理来讲，我们真的是很熟悉说，其实茶叶本身就是现在喝得到的凉的啦、饮料呀的，全部都跟茶有关嘛，所以很熟悉，包括料理的东西。不过防蚊液这个部分，防护液算是第100糖豆呢。它是叫防护液。防护液。对，因为防蚊液它还是会有加一些化学成分的东西，它是用天然的，它防护保护我们皮肤，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防护衣这样。本来只有本体有皮肤当够一层啊，可以保护啊，不会受到所谓的病菌啊，什么嘅影响。运用天然的东西。安尼阿勇，作为按照目前的创新同改变啊，睇下当中有去上过，有去参访过，过程底部有哪道会帮影响过程的呀？就那时候其实刚回来，那时候就是去农业局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跟就是一个像兴农大联盟，那我是兴农的第7届，那时候就是我们去参加里面的培训，而且有一个海外的实习，海外的参访，那刚好写送审有过，那刚好去到荷兰，那去学他们的6级化产业，那把他们的6级化产业来带到台湾，带到自己的村庄里面下去做执行。那时候6级化产业就是简单来讲，就是1级生产，2级叫加工。那我加工了这些的商品，那3级叫服务。那服务来讲的话，像我就会把体验课程纳入进来。所谓体验课，像卧茶洗体验、揉茶体验，那再来还有采茶还有染布、茶香爱玉。对，就是林林总总的这些体验。那我们本身还有在服务，就是茶便当，茶树下吃饭，就是做这些林林总总更多的一个部分，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做一个行销。
对对对。那刚才讲到茶便当，其实茶便当其实在我们目前现在还蛮热销的。对对对。那我们会把茶入菜，我哥哥是厨师，所以他都会把茶入菜这个料理就是带到，就是帮他叫简单来讲就叫他帮我做研发。那研发起来就是把它入到因为茶便当这个来源是来自于说，就是我们以前采茶都要上山都要带便当，然后就是用以前的便当盒，然后用咖喱得啊，就是整套这样再去做一个贩售。对，那现在蛮热销的商品这样子。系啊，讲糖烘了就有这种人哋讲嘅情怀。你拿顿头摆一个家己推的，第摆推顿好食的料理，上工人哋出去老了，然后去工作也好，就是有一种怀古的个感觉，你家人真是怪厉害，怪会上咧。不过，像阿勇头都有讲嘛，研发去参观的，鼓励去研发，推动也啲无共同的体验，也个过程底摆啊，应该按嚟讲啦吼。当地也是有原本的一些产业跟你们相同的，你在推通的时间，他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意见，或者是说你在推通的过程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大家就会觉得说我这么年轻回来这边就是不知道干什么，搞什么伤了我就回来好像就做嘛，反正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那一开始我在做6级化产业，其实比较少人会理我。然后我觉得做1年、2年、3年，在做起来之后，大家觉得越做越好这样子，然后就因为基本上现在回到村庄，其实基本上我们那边有叫台27线，那台27线上其实路边都蛮多年轻人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回来，像里面有的像种芭乐，有的做果干，有的是务农，有的是开农场，那有的是做烘焙，有的做露营区。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像我有团进来，我有游览车进来。那我都会用客制化的行程，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去采果乐，我就发送给谁。你今天想要做山茶深度，像我现在有开发5条路线，那5条路线的部分都不一样，内容又不一样。好，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基本上都蛮团结的。那我觉得在乡下没有不好，做农没有不好。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去拿捏，那自己去看更多市面上的东西，那学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因为以前在工厂上班嘛，就是每天的工作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工作内容，会就是烦会累。那回来做承接这个转变，尤其是说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在自己的掌握下，自己去今天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像我今天来录影了，那明天要干嘛这不一定，大家就可以自由安排这样子。有各种新的挑战啊，讲你这个感觉生活可以一路奇妙的生活在底杯。观众朋友。原来阿勇其实他对呀都辛苦的工作，也感觉各有奇妙，各有欣喜的呢。不过喺解决呀的问题同困难的时间，竟然有顺势研究的用茶无共样的小旅行哦。等下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说嘅用茶有两办好搞好料的哟。前面阿勇有分享啊，佢用茶叶研究的无共样的料理产品，甚至于讲同体验的考察。不过除了之外呢，竟然还探索同菜系的人才啊，研究的5条无共样搞料的路线哦。5条呢，拢有茶有关系。到底係两办搞料的呢？继续来请教佢一下吧。阿勇啊，我5条路线啊，前面有讲到嘛，还唔前讲到个详细，更加可以同人哋分享一下这5条路线底部啊。有2-3个啦吼，有哪条特别的部分可以能分享一下吧？好，5条路线来讲，基本上像我们现在就是山茶深度，像我有做就是山茶深度，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企业旅游规划，就是我们企业团体，那再来的话食农教育现在在学校都很流行，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宗教，所谓的宗教就是因为六龟来讲的话，它宗教寺庙很多，我们4大宗庙。那我们会参加有的要跑宗教的，那再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亲子，亲子互动，然后我们就在专攻这5条线上去做，然后我们结合邻近的一些
人地景物这些部分下去做一个结合，这样子，然后做一个客制化的服务，然后去帮消费者去做一个安排，这样子。等于共要5条路线，就等于是5种主题就超给。对。哦，那这样子这5个主题底部最初都分享的是哪几种啊？其实做比较多的来讲的话，就是亲子、山茶深度跟现在的学校的我们的那个所说的那个食农教育，因为食农教育被政府归类在就是教育里面的嘛，所以在每个学校都是在安排。对，那本身自己也有跟高科做一个实习机制的部分，就是暑假来这边做一个实习，那学习就是农务，还是说农业，还是说一些包装设计这些东西，对对对，就是导致到回来来这边就是实习啊，如果喜欢我们就会就是愿意留下来，就是在新园，我就继续留着下来继续做这样子。哦，你变做人呢，工作人员呢？对。哦，哎呀，规划顺带来说过，借由也个同福教的合作，培养自家的人才，甚至于讲菜体的人才也好，农本的人才也好，就是做一个培训的动作嘛。人家来到那边做一个体验，调到也个讲的食农教育同福教的合作係安尼。亲子的部分亲子如果这个亲子的路线，你能不能用给同佢做一个规划？亲子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像早上来，我们都会像揉茶，揉茶的话，基本上小孩没办法把它完成，所以一定要亲子互动去做一个揉茶部分。那我们会用比较配对的方式，什么茶配对什么，那用点心的方式，用比较像我们小孩能接受，像图卡的部分下去做一个 push 这样子。你总高呢？总高。我用埋去同佢规划去参观每个木匠嘅庙啦，有一个宫。像六龟来讲，4大宗庙，庙通、庙崇、地院跟那个大佛，早上都会来喝个茶，了解山茶小教室。那喝完吃完饭，我们就会安排一个去像地院寺，去了解他们的庙宇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会有一个导览解说的部分，那结束我们就回程，这是一日游的部分，就简简单单，听说都是了解当地、了解六龟、了解文化层面这个部分比较着重啦。哎呦，讲到那个行长之外，它都是1年的行长吗？还是讲佢可以变做2年、3年那个行长？假使讲今日喺你们六龟那边当地有跟民宿啦，也讲其他业者去做合作吗？其实也是有。那像我曾经有安排过到3天2夜的，对，那也有现在像1月份有一团台中要下来，他2天1夜。像我们藤枝开放，他就跟我说我有1天想要去藤枝，1天要3场，那我就帮他安排吃住喝，还有我们像去山上的9人座的车子，这个都要安排。对。嗰時候係看年行用辦去安排，1年、2年、3年都可以只是要同人講，能會貼配去規劃，就是圍繞在這個主題底部，底部內容可以看大家的組合，用辦去選，用辦去拖，安尼嘛阿勇剛剛提到講到一個關於貼配咧講茶席的部分，茶席的體驗嘛，係你自家在主持嘛，還有貼配欣賞。像茶席这一块自己本身也有就是茶班，那在之前也有就是做一个茶师的受训跟培训，那在这一块其实自己也有兴趣想要去做一个执行，那本身在社大也有开课，那开课完之后在之前就是有去做一个比赛，带学生去比赛，也有得到好成绩。哇，厉害呢！之后就想说，那这一块其实融入到体验里面，其实也不错。那融入进来，其实在茶的美姿美仪上、服装上，还是说在怎么泡出一杯好茶的过程上，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心情静下来，是一种美学、美德也是。对，那或许它层次上很多。那其实，在做茶席体验这一块来讲的话，可以学到的东西层面会比较多元化性一点。对。阿勇，茶席有個部分有個法通就我自家啲嘅感覺中係唔係像飲茶錯冇，就是不只有喝茶有個茶席佢嘅規嘅流程可以同人講有乜嘅功能可以讓我們的心情平靜下來，就是除了喝茶之外，還能怎麼做？其實茶席像我們出去茶席一擺出來，你這個茶席就是代表你自己。那再來，其實茶席它裡面有分茶道跟茶藝。
哦，所有的茶艺，它像茶艺还会学插花啊，比如说你这个呈现你的摆设没有一板一眼，你要用比较花俏的杯子啊、茶壶啊，还是说你的席方要用什么颜色，这个都是自己去搭、自己去调配。你今天什么心情，就是调配出来什么样的样态，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随着我们的心情去做。那我们喝茶是一种享受。喝茶是一种让人可以心灵放松下来的一个层面的东西，所以不要把茶席这种东西看得很拘束，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喝茶开心，泡茶开心，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喜悦啊，摆出来的样态样貌代表我们今天的心情。我说阿勇，俺们后背也个，因为一般茶席的时候会用到的，哦，个茶的那个茶巾啊，同个笔的安尼嘛，就是会做一个摆龟讲。哦，大家看到体验哦，看到的时候就会感觉哦，心情就会平静下来，感觉很舒服啊。加了如果本他给饮茶，一边喝茶啊，还会配着饮用吗？还有其他的方式？像我们茶席来讲，我们都会搭配像我们的蛋糕，那再来的话茶叶蛋，因为茶席茶食嘛，就是有茶食，要不然就小饼干，茶饼干，对，我们就会搭配一些我们的周边的东西，然后做一个整套的一个规划跟体验，那也可以吃到，也可以喝到，也可以听到，所以现在就是很讲求的六感体验，因为之前都是讲五感体验，所以现在到一个六感，最后一个感是一个情境，情境的部分要把它符合出来，六感体，对，就五感之外，加上也在心情，情境，那这六感体验可以就是一并在我们刚才讲的六极化产业里面去呈现，这样子。因为除了那个内容啊，接触之后有内容上的改变啊，看到那个包装的设计，係唔係也有做一啲改變啊？因為一種包裝，從茶葉嚟講，應該係是新的設計嘛，錯冇？從以前條牌都從安尼，個傳統嘅，一種新的係唔係有特別去設計過？簡單來講，在包裝身上來講的話，其實每一年都在做改變。每一年哦。應該是說一開始就是自己的知識也沒那麼多，那自己的經費也沒那麼多，對，那是後續說，因為全部都是改為自己的版，像前面這些陳列，像茶包來講，都改為自己的版面，以前都是一個公版啦，就是台灣看得到的一個公版的部分，那現在都改為私版，就是自己的版，人家看到，這個就是新源製茶的。這個就是六龜的這樣子，對。那在以前，因為後面這個後期會用鐵罐，是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像我都會去出去做展售再做用鐵罐再販售會比較好販售。大家就賣茶你就是要有附一個鐵罐這樣子。那後面這個你看到這個部分，那個我們所做的像紙盒這個部分是之前我們跟高科合作，那時候是因為講求環保。就想說用紙就好了，也沒有想過那麼多。結果出去展售用紙的賣得不好。這麼個嘛個原因？就是他會覺得說就是沒有那個價值。對，所以我們想說後面才用鐵罐出來做一個販售，反而鐵罐出去賣，還賣得不錯這樣子。就是講其實連茶葉一個包裝也有外貿協會個觀念啦，我就是講。一定用迄個講的罐的鐵罐，這樣不會給框框的有一個價值嘛？阿勇，你的話，其實你接觸之後，山茶的名山茶的名聲已經漸漸的出來。有人客人會特別來請講，我指明要個六龜的山茶。其實是有的啦，其實出去賣，我們現在主打都是現在以前是以金萱為主，山茶為輔，那現在反而是山茶為主，金萱烏龍為輔。對，就是現在出去賣茶，基本上都是以山茶。那山茶我們就把它做成紅茶、青茶跟白茶這三支。那出去就是只能賣這三支居多。對。阿勇，你更加六龜的山茶做出名聲的啊？會唔會有人客特別講我冇人客來到你的鴉片只聽六龜的山茶？今年真是看到一個山茶之後，今年會有某個反應接受到時候？現在在販售，像去市集啊，去做展覽展售。這個部分現在都還是以山茶為基準，對。那早期是以金萱嘛，那現在就是山茶為主。那在山茶裡面來講的話，我們有把它做成半發酵的青茶類、紅茶類跟白茶類，就是現在都以這三支為下發票，就做展售跟販售這樣子。那在價格上，基本上，我覺得大家現在要喝過，就是我剛才講的體驗式的方式，喝過
才懂得它的价值在哪里。因为这个出去一斤，坦白讲都3-4千以上，大家听到都会就会收手。再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小包装在贩售，用小包装的贩售来讲，价格没那么高，大家就会比较愿意下手喝看看，尝试看看这一支茶的味蕾跟味道这样子。其实，在行销手法上也会动一些小手脚。对。你这样子，阿勇，你能做到更加已经安好诶，你对于未来你还有某种用新的想法吗？其实说真的，未来嘛，我觉得山茶其实在未来的商品还会持续的做一个开发啦，还可以开发更多。那自己是想要打造，就是说住家有一个就是一个环境能介绍山茶一个故事馆，还是说我们所说的一个可以让大家可以停留更久的一个时间，在新园这个地点台27的线上可以停留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个层面的文化。那另外一个方面是未来国际，因为本身都有在跟国际学校合作，像左营这一间，那我们每年的寒暑假都会有一个学生到村内去做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交流。那其实未来开放了，我今年也有在做哈拉认证。那未来开放国际开通之后，或许哈拉认证这个未来是一个趋势，我会往这个方向国际化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执行。现在到你底下讲，你的那个茶六贵的山茶，有样板的好安尼嘛甚至于讲，咱能台南这边有咖啡的公路，咱更加呢可以做一个六贵山茶的山茶公路，27线就变一团有名的公路了。有这种规划，希望也可做早一点点，也个时间可以多，也可以达到一个目标观众朋友，今日啊，真是好彩有阿勇来到咱节目里边，好帮咱们送一个清好的课程咧，唔但只食到好茶，啉到好茶还有食到好食的料理最重要讲，大家可以认识六桂山茶的历史啦今日再一次感谢阿勇带来精彩的故事同好食的山茶料理多谢。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观众，那有空大家欢迎来27线新源制茶找我玩，找我喝茶，谢谢。我坐到更加有个小年末呢天天线上运动一下，放松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